嘅。好啦，第7場嘅2級賽準備就緒，交俾集前。電氣騎士美麗第一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7場賽事2級賽1000米，中銀香港、私人銀行、馬會短途錦標，一枝獨秀大熱門4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維港智能內欄應聲彈出啦。咁啊，見到外邊嘉應高升雜聲走上去啦。咁啊，最出仲有合夥奔馳第4位，電氣騎士第5位，加州星球第6位，內欄美麗第一，出邊紅衫大面箍仲係賢者無敵啊！後邊嗰5匹馬幸運有利啦，驕陽明區紫色衫響尾4啊，後邊3匹的愛心陸續無限啊，暫時殿後係威力奔騰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放就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咬上嚟就係呢隻合夥奔馳啊，跟住個第3位有嘉應高升，第4位就加州星球啊，第5位嘅馬仲有電氣騎士啦，內欄第6粉紅就美麗第一，響外邊仲係賢者無敵啊，驕陽明區紫色衫移咗出嚟中檔啊，後邊4隻幸運有利的愛心陸續無限威力奔騰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合夥奔馳追佢，中檔位置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上嚟啦，咁啊再後邊噶嘛，美麗第一沿住個中檔上，出邊賢者無敵，最出仲有隻驕陽明區，最後100米認真撲落去，嘉應高升收姜贏2級賽呢場相當輕鬆啊，第2名嘅馬呢相當近啊，埋邊上咗嚟的愛心，出邊驕陽明區。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都要影㗎，賢者無敵同埋美麗第一啊！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都認真厲害啊！出道計埋呢場，贏到第8場頭馬，上場贏2級賽，今場賽事減磅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再贏2級賽，捧走中銀香港、私人銀行、馬會短途錦標。舉下手，慢慢影相啊！你哋啊，潘頓話慢慢影，慢慢影唔怕，大把時間，唔係輕鬆取勝啊！4號嘅嘉應高升啊，第2名激烈啦，結果呢阿蔡一對鬥啊，咁啊的愛心攞第2個7號啊，麥道朗啊，第3名就9號驕陽明區嘅布敏，第4都好近㗎，咁啊10號啊美麗第一啊，3大高手啦！哇，犀利到睇你嘅時間1分07秒43，好輕鬆，真係仍然都1分07秒43，埋唔到身啊！咁咪破紀錄咯，破紀錄㗎啦，係啊，係咁樣姿態破紀錄喎。上次都爭少少啦，上次係冇坐耐啊嘛，呢次係慢慢舉手都破紀錄喎。潘頓麥道朗 Q 啊開到啦呢一場，一到大賽咪3個翻晒，係啦，就係3大，升到不得了啊啲姿態啊，3有4肥1馬位。好，第2名啊，蔡一對咁啊，叫我的愛心啊，攞第2啊，第3啊，驕陽明區，潘頓攞半條片出嚟，即刻收翻埋。第4咁啊，美麗第一啊，縮翻埋攞新隻手出嚟舉手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就係4號嘅嘉應高升啦，獨贏派11個半，位置派10個1。跑第2名係7號啊的愛心，位置派40個半。跑第3名就係9號嘅驕陽明區，位置派17個半。連人位4搭7派95蚊，二重彩4號7號順序派150蚊，單 T 4號7號9號派166蚊。3重彩啦，4號7號9號順序派509蚊，位置 Q 4搭7派41蚊，4搭9派19個半，7搭9派144個半。跑第4名係10號啊美麗第一。AC 咁啊，當年都有啲更歡笑啊，魅力之城都好過短途馬好出色啦，人1級賽呢隻都指日可待啦。下一場就係香港短途錦標，今日就破紀錄時間贏，真係犀利啦！都未見佢騎落去會點咧？係啲外隊可唔可以即刻打退堂鼓啊？如果咪我見到咁，係咯，都贏唔到㗎啦。應該收翻埋啫，條邊嘅姿態係做到1分07秒43，收翻嚟邊伸手出嚟咯，做下飛吻啊咁啦。I reckon you had the stopwatch going for that one because we got half an inclination with the salute. Well done. Yeah, I knew it was track record, so I thought I'd seal it with a kiss. Just magic, though. I mean, that was a phenomenal performance. It's getting scary now, isn't it? How good he's becoming and how easy he's doing it. You know, it's a nice top-off run for the big one next month. Zach, you're a man for records. You've broken another one. Well done. Thank you.
好輕鬆啊，冇咩特別嘅，破紀錄咁啊！香港短途錦標啦，下個月啦。反而加州星球都唔係自己放我跟馬咁樣啊。佢不理佢個跑法咯，仲差啲翻到嚟啦。因為佢都係即係追馬就好似比較難啲。其實佢而家唔係上翻一嚟嘅，即係金槍學退咗役之後。而家都唔知啊，咁究竟叫人名居係咪應該都係要上一嚟係啊，佢都千二好難追啊，都冇得跑㗎，係咯。而家你連扣女都跑唔過。係啊，你再跑都反勝唔到啊。我而家個個都諗上翻一嚟啦，有隻嘉應高升喺度。咁佢哋報晒2場啊嘛，有得揀嘅嗰種。你見到咁啊，勢頭唔對都試下轉啦係嘛？即係你想贏嘅話係咪啊？一嚟都搏下啊嘛仲。你最慘真係冇乜招可以出嘅啦而家。係啊，佢又唔使自己放，又跟到你啊！你跑林地又得，乾快地又得啫嘛。點搞咧？咁你冇係爭幾步會有影響㗎嘛？到時平磅。睇下4連環預計派咗啦，4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派186蚊。4重彩預計派咗4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順序派1724蚊。先過一關先啊，全熱門。3場2級賽都有隻擂台等啊。潘頓啊3 win 啦，今日已經40 win 啦，去到啊累積到今季，好快去到破韋達紀錄都唔使好耐啊。佢有個遊戲喎，叫人估喎，第幾個場次破？就破到啊！係啊，再睇一次啊，條邊想攞出嚟，跟住收翻埋，攞隻手出嚟啦。整個飛吻你睇下，係幾多時間？係咯。嘉應高升個細佬都喺香港啊，嚟咗香港啊，希斯嘅又係。咁啊，嗰隻叫做嘉應晉升啊，出咗幾課，不過又唔同顏色嘅啫嘛。好啦，頒獎啦！香港私人銀行馬會短途錦標。此外，中國銀行香港有。不過冇啦，媽媽2胎，媽媽都離開咗啦，即係生咗2匹馬。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總經理盧慧芬女士，特自送紀念品與勝出馬匹嘅馬主、練馬師及騎師。頭先你睇咪有啲記者？呢次都破門局咯，都係靠呢隻震倉寶啊！呢隻都破唔到啊，又難啲，都破㗎。好，潘頓下一場跑永遠美麗啊！仲有啲紀念品啊，頒發。好，繼續啊，希斯啊！澳洲有3個仔有基地嘅自己，咁啊嘉應高升嗰啲當時都喺嗰度訓練，咁啊攞過嚟而家香港再有從化，咁令到啲馬能力再提升好多啊！啲斜路跑道啊都幫到手，登山跑道啊，好，咁啊影翻張大合照啊！嘉應高升，咁啊贏咗馬會短途錦標先，下一場就馬會1哩錦標啊！
哋睇下呢個短途錦標嘅馬會短途錦標嘅巡邏影片啦，我睇下加州星球嘅處理手法先啊，4檔出咗嚟俾機報望下先，唔係好積極搶啫喎。裏邊維港智能出咗嚟先啦，咁開邊有啲合夥奔馳啊、嘉應高升嗰啲都出咗嚟啦。咁啊見翻電氣騎士呢個位先見到加州星球，佢都刻意喺守呢個包廂位跑嘅喎。賢者無敵嘅開邊啦，美麗第一啊咬住個第7位，咁跟住再後啲啊見翻幸運有理啊，咁跟住驕陽明區唔係好落後嘅啊，不過今日啊驕陽明區步民走出邊喎，反而係佢後邊嗰隻的愛心咧。阿麥道朗走裏邊啊，包咗落尾嗰啲啊，陸續無限都好後啊，仲睄下後邊有咩馬？麥道朗你都係啊，咁呢度睇表演啦，睇下潘頓啦，慢慢轉，你哋走完啦，咪上嚟咯，撳住嘅啫。係啦，加州星球已經大力搖噶啦，一陣間有少意外嘅加州星球嗰度啊 ，check 咗嘅。咁啊睇下再裏邊啦，麥道朗揀裏邊，今日都幾隻擺搞出邊㗎，佢呢場係揀入邊。踩暈晒啦，叫人嗰啲跑道。係啊。到少少受阻先再追翻上嚟裏面。呢度咯 check 一 check 啊，加州星球係咯。不過嗰度已經唔係好多啦，隻馬。好啦，第7場復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4搭7派41蚊，4搭9派19個半，7搭9派144個半。2重彩啦，4號、7號順序派150蚊。4連環4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派186蚊。4重彩4號、7號、9號、10號順序派1724蚊。孖寶派彩啦，頭關6號尾關4號派82個半，頭關6號尾關7號呢派304個半。第3口孖 T 啊，頭關6號、10號、13號，尾關4號、7號、9號派5301蚊。3T 呢，人中啊，今日派咗656480蚊。3T 安慰獎派11821蚊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12，第二段21秒97，末段22秒34，總時間1分07秒43，係破咗紀錄時間嘅。1分07秒43啊！沙田草地嘅1200米咁啊，紀錄時間嚟嘅。